宇宙之謎到底月光係點嘅咧？係冇人知。所以咧，李白一開始咧，佢就問一句：青天有月來幾時？嗱，個個都識㗎啦。喂，呢啲同學話俾我聽，蘇軾點話？蘇東坡都問過呢句話㗎喎。嚇？哦，你仲讀緊高中啊？啊，真係你嚟得你嗰個高中同學，如果答到我咧，咁就係啦。呢個係一個宇宙之謎，我哋冇人知道，冇人知道咧。咁佢同蘇軾一樣，佢就要我今停杯一問之。凡飲酒人都知道，停杯咧，佢就要思索。佢唔思索咧，佢就唔會停杯嘅。一停杯咧，佢就擠低個酒杯咧，佢就會想，我要問一問到底佢係點樣嚟咧？因為呢一樣嘢係令到詩人咧係迷惑嘅。因為呢個冇答案嘅，係迷惑嘅。咁於是乎咧，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卻與人相隨。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既然間月光喺上邊高高在上，你當然係人攀明月不可得啦。咁以呢句話嚟講，呢句話嚟講，就會令到你一個人到呢個階段咧，就會神情冷漠啲。你凡係啊，你追唔到嘅嘢、求唔到嘅嘢咧，你個神情就冷漠，因為佢離你太遠。月行卻與人相隨嘅，個月影咧就係跟住你，所以由遠就變到近，由冷就變到熱啦，有啲希望咯喎啊！咁於是乎咧，呢個咧就係佢啊喺呢種冷熱遠近之間、若即若離之間，係使到詩人咧喺個酒意裏邊咧一種迷夢嘅感覺，呢個我適意嚇。咁樣於是乎，既然間月影相隨，佢然後再上望上天咧，佢就覺得皎如飛鏡都臨丹角。咁啊，通明啦，所有煙霧乜嘢都冇晒啦，咁所以先有下邊嗰句啦。咁而家喺呢度嘅時間，明鏡咁樣嘅月光，冇晒雲翳嘅情況。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，佢就會想月光幾時有唔知，但係月光嘅軌跡咧，我就知。月光嘅軌跡咧，我就知。個月光嘅軌跡咧，就燒從海上來，凝脂曉向人間沒。呢兩句話文字好清楚，佢個軌跡你知道，幾時上身上月，幾時落去，係由東邊去到西邊，永遠循環不已。喺呢度代表一個詩人所想像嘅乜嘢呢？係代表詩人嘅想像。你睇月係難以近，但係佢有個常規。人生好多嘢好難知道，但係人生呢，如果喺無常之中呢，佢應該有常嘅。如果而無常之中永遠無常呢，人生係冇指望嘅。
下邊兩句咧就寫佢自己嘅孤獨。嗰個白兔倒藥又孤獨，係嘛？嫦娥也是孤獨。你邊位同學話俾我聽？李商隱有首詩寫嫦娥㗎？邊位？你有做同學？邊位啊？嫦娥應悔偷靈藥。係。我聽到，以前我哋個老先生咧就話係讀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啲夜夜深。點解啊？因為平平仄仄平平仄。佢讀英咧就平平平㗎啦。咁所以老先生咧就讀嫦娥應悔偷靈藥。碧海青天啲夜夜深，咁到底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深寫乜嘢咧？冇人知，冇人識解，冇人識解，因為李二山嘅詩係詩迷嚟㗎，冇人識解，係而家能夠最識解嗰個就蘇雪林，蘇雪林咧就將佢穿附好多嘢㗎，咁你得閒咧？你就揾阿蘇雪林解李二山詩孤獨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個月光咧，下邊嗰句我唔係太同意佢嘅喎。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其實同一個月啦，如果唔係今月照古人，古月點解嘅？係咪啊？呢個一樣嘅，呢個兩個月光都係嗰個月光。我曾經寫過一首詩。你估第一句係咩咧？叫乾坤日月無今古。我寫一首詩，嗰個時間我喺溫哥華，一個人喺個後院嗰度。我後院裏邊有10幾棵松樹，所以我話獨坐臨泉一對石屏，閒聽松濤心遠近。雲山瀑水都好怡情，喺嗰個時間，我寫過一句首詩，所以乾坤日月就無今古。所以其實佢呢句話咧，亦係乾坤日月無今古啫。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，都係嗰個，都係嗰個。喺呢度佢又透出一個乜嘢咧？係一個常嘅道理，最緊要係常。喺個常嘅之中咧，你就然後你個人生咧就會轉得積極一啲。雖然古人今人如流水，共看明月都皆如此。喺呢個人生裏邊咧，如果一個人你見到喺上邊嘅孤獨無常之中，能夠變翻有常，你要見翻一啲積極嘅人生。若果唔係咧，你一路苦濕落去咧，你就不能解。我曾經同你講過，人類嘅情感分兩種，一種係春蠶薄繭就越薄越深。一種咧就蜻蜓點水就邊飲邊飛。如果你寫詩，你唔係咁樣交換之間嚟講咧，你就自薄。一自薄咧，你就會思想沉淪，乜嘢都冇意思嘅。所以咧，曹孟德話：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後唔記得啦。譬若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後邊咧？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咁你識解下邊啦嗬？杜康咪酒咯。係咯，咁你識解下邊啦醉酒。明白。咁你識解下邊咧？即係假如間你覺得
你覺得人生喺苦短嘅情況之下，你成日喺個無常縹緲之間，不如呢係積極啲，係有常嘅情況之下，暫時呢，暫且作樂。呢句詩寫到呢度，翻第一句咯，第二句咯，啱啦嘛？咁佢嘅結構，咁你而家知啦嘛？我講咁多次，你而家懂㗎啦，你懂得，你翻去。如果唔係呢，我成日話你寫詩呢，你唔呼應得翻、勾連得到呢，就好似幾條布喺度冇打結嘅，着唔得出街嘅，散㗎嘛。咁你個詩唔散呢，你個呼應結構呢，你就要喺到最嬲呢一點翻上嚟啦。咁你所以呢嘅詩呢，然後嘅寫作嘅技巧呢嘅安排呼吸之間，你就要懂得。若果唔懂得咁樣呢，你嘅作品呢都未似係上乘嘅。